香港性感女神邱淑贞的19岁大女儿沈月，遗传妈妈的美丽基因，有最美星二代之称。先前因为不想被打扰，她决定停止更新社群网站。相隔2年，她终于再度公开亮相，出现在伦敦时装周上，为爸爸的时装品牌担任模特儿。不少人发现到她蜕变为成熟小女人。走在最前头，气势十足。香港女神邱淑贞的19岁大女儿沈月，为爸爸的时装品牌担任模特儿，身穿全白宽松洋装，银色布与黑绑带点缀，相当时尚。沈月从小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因为常常跟妈妈邱淑贞一起出席公共场合，也屡次登上新闻版面。但她始终没有想要进入演艺圈，邱淑贞也希望她好好念书。最后，她决定停止更新社群网站。事隔近2年，她终于再度公开亮相。沈月身穿粉红色宽松针织上衣，肩上披着桃红色长外套，现身伦敦时装周。与2年前相比，如今19岁的她稚气健脱，越来越有小女人的韵味，跟妈妈邱淑贞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而日本也有一位最美星二代，穿着白色高筒马靴走上楼梯准备拍摄，衣服还有大陆辈小心机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也来到时装周。身为该品牌的最年轻大使，靓丽出席时装秀，还与名模贝拉哈迪斯一同合照。虽然身形比较娇小，木村光希依旧展现出甜美笑容，融化现场摄影师。